见过韩少君。属下听闻少君已经服下龙骨，刚刚将喜讯传回了玄虎城。想不到玄虎城的势力竟渗透至此，幸会了，杨思虎。少君深谋远虑，多亏昨夜三公主府上的一场烟花，二郡主追查我时行迹败露，我才有机会与您相见。昨夜那场烟花，并非我所为，我算不到这么精准。少君过谦了。如今少君心急已除，我们计划已成一半。接下来只要伺机而动，精兵南下，一举拿下花园城。花园城的乌石矿就要改姓虎了。杨思户身为女子，在花园城岂不是更如鱼得水？为何会效忠于我呢？我虽身在花园城，但心系玄虎城的家人。属下愿为少君效犬马之劳。既然如此，韩某有一事相求。少君请说。日后若有人论及三公主之事，还望杨思户出言维护，护她周全。我不希望芊芊再发生任何意外了。是。看什么呢？这竟是连续剧，你以为我偷个龙舞就完了？这还有后续呢。哪里来后续会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少君放心吧。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。会长。我的武功呢？我是个废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没听说断魂散有这个副作用啊！芊芊，芊芊，你怎么了？中毒以后，我竟然武功全无。我陈芊芊从此以后就是个废人。母亲特意为我开设的武士卓选，我也不能参加了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绝。突然好想吃石榴，这个季节应该没有石榴。也对，武功尽失的人不配吃石榴。白金，去买石榴。是。少君，石榴。石榴。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，有就放心了。没有胃口，吃不下。拿走。少君，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我解除婚约吧，去投靠我二姐陈楚楚吧。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二姐受众人拥戴，前途似锦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二郡主身负重伤，情况并不怎么好啊。什么情况？哪个混账竟敢加害于他？那位二郡主执行秘密任务，约好了以烟花为号，
不知道是谁提前把烟花给点了，阿郡主的行动就暴露了，这不给人家糊名声了吗？烟花怎么会照到楚楚呢？烟花，兴许只是个意外。韩少君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在二姐。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三公主好生休息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韩某。走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们已经走了。居然不肯走，罢了，日后再寻机会将他送到楚楚身边吧。他也不会一直留在一个废物身边。能保住小命，已经耗尽我全身力气和演技了。16。三公主，桑岐大人来传城主令了。传令？传什么令啊？